下今天来这边的？我们今天是要带着我儿子要来听司法审判这些，我们司法不公，台湾的法律已经死亡，我要跟我儿子带着他，军中的霸凌，军中的侮辱，他的往事。没有真理，没有公道，我真的就是在家里面，我们跟军方所有的物证，都是我们提供给军方去做检查，证丢给检察官的。在10月6号的时候。还有10个人说，10个人说要提，他们提起什么那个有证人转为被告，你看才1个月的时间，证件的不打紧，这10个人没有1个人被起诉，情何以堪啊！台湾司法不公，司法不公你干嘛？检察官在不起诉处分书里面都有做充分的交代啊，死者的手机啊及他所使用的电脑啊，也都有送请相关的单位做鉴定啊，鉴定的结果里面啊，也在不起诉处分书里面都有详细的叙明。